中央社记者陈伟霆台北24日电，松山机场今天发生一起民众于机坪行走事件。航警局今晚表示，今晨6时23分接获台北国际航空站通报，有一名身份不明男子于松山机场机坪行走，经查该男是酒醉误入管制区。内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指出，相关责任待调查厘清后，将依民用航空法规定予以就责。航警局表示，今晨6时23分接获台北国际航空站通报，有一名身份不明男子于松山机场机坪行走，经查该男子因酒醉返回住处时，沿民权东路行走，徒步误转入松山机场国际货运站，该区为中科国际物流公司自主管理区，适逢现场执行装卸货物，且由于负责控管门禁人员未及时察觉，导致该男未遭拦阻而于6时16分误入管制区。航警局说，该男甫进入管制区即为机场地勤人员发现可疑通报航空站拦查，并非如外界所言在停机坪停留整夜睡觉。航警局指出，该名男子被发现拦查地点是位于松山机场紧邻货运站的机坪，与军用机坪无关，也与空军1号停机坪相隔甚远。航警局强调，以督促中科物流公司加强保安作为，确实管制自主管理区各出入口，强化门禁管制措施。自即日起将提升中科物流巡逻密度，并于巡逻点加强守望，另将会同台北国际航空站专案督导中科物流改善自主管理之航空保安工作，确保机场安全。编辑戴光玉，108-0224。